生都不放过，你是多有罪恶感啊！介绍个学生给我吧，我跟你一起罪恶。你妈！25号的飞机，好的，可以。飞机，对，飞机。飞机，大头哪里的？成都的。他们家还有2个好可爱的，只是太小了不能出境。我有直飞成都的吗？没有，只有转飞，昆明转飞，还有那个叫什么转飞来着？把握好了。不会，他爸他妈都要跟着我一起回成都了。你在成都啊，七哥？爸妈要去啊。太小不行，他同学也行。他同学比他漂亮的有2、3个。我那天没有他漂亮，但跟他差不多的啊。你精神丢神儿了？什么叫精神丢神儿了？什么东西？你们还没有？没有。成都哪个地方？这颜值确得配得上啊！我觉得我颜值配不上他，好多人都说我颜值配不上。成都市以内嘛？是的。火车南站这边，你在火车南站，我在郊县啊，他弟弟去吗？弟弟不去，他爸爸跟妈妈去，弟弟在家里面守家，要不然鸡又被偷完了。我还挺帅的，你也挺漂亮的，小姐姐。签证办好了，等他们，现在就等他们办签证了。你坐这边，我坐这边，你坐这边。现在都等他们做签证了，哪个郊县？重来。等他妈妈做签证，我在这边做什么工作？我现在不是在这边来，我有一个医药公司，在这边。对，重来。袁文哥来了，袁文哥在老挝找到心爱的女人没有？他弟弟这么少，怎么看家？他隔壁还有亲戚在，被吸干了。知道大义前面，对，大义你单身，我知道你单身。盛泽君也是穷来的，不认识啊，盛泽君是谁？头发理一下就帅了，本来就很帅嘛。欢迎你好哥，欢迎，感谢你好哥的小心心。那边办证很慢，哇，那相当慢。身份证1个月，小声一点，宝宝。身份证1个月，然后那个叫什么？来嘛。身份证1个月，然后那个什么证件也1个月。盛小帅大一线的。盛小帅大一线的。卡吗？好卡呀。卡吗？这第2件。卡，这不能多少了，卡。佢拎出来。不。皮爸。卡吗？佢拎出了啥了？老看。他爸妈去查你的家庭条件，是呀。对呀，不卡呀，他们说不卡，你们说卡，到底卡还是不卡？感谢我袁文哥的绅士嘛，谢谢袁文哥。太卡了，有人说卡，有人说不卡。卡，他们说卡，怎么办呢？卡的话怎么办呢？现在好了，没卡了啊，没卡就行。宝宝，谢谢袁伟哥。谢谢啊，尹威哥。谢谢阿星哥，好模糊。谢谢阿星哥。我切一下网络。现在好了没有？有网络。卡的。到来了。不清楚。回来了。卡吗？现在还卡不卡？好了。老婆人呢？马上过来，她在收拾东西。啊。能不能看到？他在擦脸。擦脸，兄弟。
这个某跟那个，Hello，国外的TikTok 都下不起，什么时候结还不知道嘞。他爸妈说今年过年想去我们那里看一下，好久回成都，过几天喽，就是准备过几天就回成都了，就去我家。过几天准备去我家嘛。他เอาตังค์มาเลยโบ 可以。不ต้องเห็นศพก่อน 没事，就这样。对，就这样。ไปไหม 你把凳子拿过来嘛，把凳子拿过来。 มึงอ่ะ 老六跑到哪里去了？我也不知道老六跑到哪里去 มึ 了 งอ่ะมึงที่ทำ 我也想找他。 แต่ 这是宾馆吗？ ถ้าทำมึงอ่ะ 不好看啊。他说不好看，让我重新换一下这个特效。我这好像都没开那个美颜，开一下美颜。啊，现在好了，好了吧？ จะเสียเราเลยนะแม่จะกองกา 可以了，可以了。 กองกามีอันดีกว่าที่มีขี้ฝุ่นอยู่ 哦，他说有灰。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声音是涛总的嘛？是吗？我们不在宾馆，我们在，对，我待会儿回去，我现在不在宾馆。这是我老婆吗？还不是老婆，还不是老婆啊，兄弟们。聊聊天嘛，开播跟你们聊聊天，廖公哥。 เขาซื้อเรา 你想找谁啊？好乖。学生。怎么？你一个月挣了12个 W？ 我要向你学习一下。真的？怎么挣的呀？我靠，真的这么牛逼？我向你学习一下，围观一下。等私下说。OK。你一个月挣多少？这回出来20天，那你什么时候回去？